Hello，我係 Yumi 啊！嗱，今日咧就跑10場賽事啦，咁有2場2級賽咧確實係好睇啊！嗱，今日呢條片咧，我除咗有一匹心水馬推介俾大家之外咧，亦都有4場嘅足智彩心水推介㗎。Hello，我係 Yumi 啊！咁大家咧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，俾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！因為嚟緊咧，我哋就會加開賽馬同埋足球嘅短片啦。咁如果唔想 miss 咗當日 tips 嘅朋友咧，就記得要撳埋呢個鐘仔啦。好啦，先講咗我嘅心水馬先啦，就係第8場4班1400米啊！嗱，暫時呢一場馬咧大熱門咧就落咗喺3號嘅南區之星身上啊！嗱，其實呢一場馬咧係幾混亂下噶，嗱，因為好多馬咧就算係上次爆冷贏馬嗰一隻咧10號嘅風神咧都係有成10倍噶。嗱，會唔會話咧咁順攤咧爆完冷門咧繼續喺度咧？喂，最慘咧呢一場馬睇落去咧冇乜話速度好高嘅馬喺前面放啊！嗱，會唔會變成好亂嘅亂局咧？就不得而知啦。嗱，不過咧就一定要揾隻咧好賠率嘅馬咧就抵買啲啊！咁我咧就較為中意黎超星馬房嘅2號安都啊！嗱，呢一匹安都咧初咧就增程跑1400米啊！咁但係咧如果睇佢嘅腳法啊走勢嚟講咧，嗱1200米咧已經係開始嫌短噶啦。咁上一次快活谷1200米咧莫雅騎上嚟咧，其實咧都唔係好揾到位啊！嗱，去到臨尾咧先話叫做揾到個位啊！咁呢一匹安都咧就喺紐西蘭嗰時咧已經係而家現任馬主噶啦。咁血統方面咧媽咪咧係可以跑長啲噶，嗱，所以呢一匹安都咧，既然係馬主拎翻嚟嘅，就唔會話咧攤到慢慢食噶啦。嗱，上一次啊3月5號啊都可以跑個第4啊，輸俾騰龍四海啊。嗱，其實隻馬咧落到4班咧，絕對係超班噶啦。咁另外啦，跑完嗰仗之後咧，亦都係從化試課集啊，輕鬆取勝噶。嗱，今次咧用上嗌到啦啊，嗱，相信咧佢係諗住搏殺嘅。咁始終咧前2仗咧加咗眼罩咧，其實咧都唔係好穩陣啦。嗱，今次咧除咗眼罩換咗個配備上去，嗱，相信咧係對安都咧都幾有着數噶。嗱，呢一匹安都咧算係黎超星入邊咧完全未見影、未見實力係去到邊嘅馬嚟噶。咁但係如果講鬥志嚟講咧，安都係應該咧隨時都會喐手噶啦。咁今次心水馬咧就推介呢一匹咧第8場2號嘅安都啊。咁而家暫時嚟講咧有9.8倍嘅。嗱，足智彩方面咧，第1場就將會係3月30號晚上嘅11.3啊。法國甲組聯賽主隊嘅昂熱對住作客嘅雷恩。嗱，作客嘅雷恩咧已經係連續輸咗2仗噶啦。嗱，其實今季嘅成績咧非常之好噶。嗱，今次咧就對住主隊啊，咁主隊3仗咧都冇波入嘅。咁雷恩咧只係作客咧係讓平半嘅啫。咁所以呢一場低水嘅關係啦，嗱，我估計盤手咧係睇好雷恩嘅。咁我哋咧就買客隊啊。第2場啦，就係3月31號凌晨嘅1點58分，阿根廷甲組聯賽主隊嘅貝格拉諾對住作客嘅泰拿尼斯。嗱，作客嘅泰拿尼斯咧近幾仗咧就全部和波咁滯啊。嗱，但係咧呢一隊波咧今季係絕對比盤手睇好，睇得幾高下噶。咁但係佢連續已經輸咗5-6個盤咁滯噶啦。嗱，今次咧佢就對住呢一隊咧貝格拉諾啦。嗱，其實咧近仗嘅成績咧算係幾好噶。嗱，我哋咧就搏呢個咧泰拿尼斯啊，咁呢個咧可以破格啊，咁啊贏上盤。嗱，因為佢今仗咧按道理咧就係一個平手盤嘅盤位嚟噶，咁但係佢竟然作客要讓人哋平半，咁所以咧係有啲鬼鬼地啊。好啦，第3場啦，就係3月31號啊，早上嘅7點鐘，墨西哥超級聯賽主隊嘅拿根亞咧對住作客嘅聖路易斯體育會啊。嗱，作客嘅聖路易斯體育會咧今季好怪啊，因為咧有幾場波咧特別俾盤手睇好啊。嗱，反而咧主隊嘅拿根亞咧，雖然近幾仗咧都有贏波啦，有輸波啦，咁但係長期盤手咧都唔睇好佢噶。嗱，經常性咧都係俾人受讓啊。嗱，雖則佢贏過盤啦。嗱，所以今次咧我哋就捉摸盤手嘅思維啦，要呢個咧作客嘅平手盤高水位聖路易斯體育會呢個盤。
好啦，最後一場啦，就係3月31號晚上嘅11點半，俄羅斯超級聯賽主隊嘅阿克隆圖爾亞蒂對住作客嘅羅斯托夫啊。嗱，作客嘅羅斯托夫咧，呢一隊波咧，其實經常性咧都係入球開大嘅，咁但係今季咧佢係一改作風啊。嗱，但係咧呢一場波咧就唔同啦，個入球大咧係偏向較為熱噶，咁所以呢兩隊波咧其實都係入得失得嘅，咁我哋咧就捧呢一場入球大啊！